對於美國後任總統特朗普關於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溝通嘅言論，中國表示高度重視。而另外，中國騰訊公司對被美國列為涉軍事企業，可能會採取法律行動。陳一蘭報道。中國外交部喺回應美國後任總統特朗普星期一嘅言論嘅時候表示，中國高度重視特朗普嘅言論。特朗普星期一表示，佢一直透過助手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交談。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冇證實兩人係咪有透過領導人助理進行交流，但係表示中美之間透過各種方式保持溝通。此外，美國國防部已經將幾十間中國公司列入同中國軍方有聯繫嘅公司名單。其中包括遊戲同埋科技公司騰訊、人工智能公司商湯科技同全球最大嘅電池製造商寧德時代。騰訊公司喺香港嘅股價今日下跌7.3%。該公司表示將會啟動復議程序，以糾正呢一個錯誤。公司尋求同美國國防部進行談判，並喺必要嘅時候採取法律措施，將佢從名單之中除名。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琴日喺台北發表演說嘅時候重申，中共係西方最大嘅威脅。佢認為特朗普今個月重返執政之後，將會延續美國以中國為敵對勢力嘅國家安全策略。